111教育发展协进会发起乒乓传爱计划，特别关注桌球相关设备和台南市的国小，总共有10间学校受惠。台南市长恩伟特也特别到场，致敬感谢奖助和协会代表吴青山。真的很感谢，这个感谢的心都永远存在。谢谢我们吴理事长、吴署长以及各位好朋友，大家对于桌球活动发展的重视以及尽力。台南过去有很好的历史，我们要把这个历史承接起来，要把桌球运动再次振兴起来。所以很谢谢111教育发展协进会，我们也会让学校用这笔经费能够尽全力的发展这个桌球。那同样的111教育发展协会是抛育引育我们希望有更多好朋友重视我们桌球发展的一个未来。关键活动也特别邀请到前桌球国手王李宗奎参与见证。111教育发展协进会理事长吴青山期盼，借着桌球设备的关键和设备升级，让更较侪学生接触到桌球运动。111教育发展协进会呢，就是抛砖引玉，所以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投入我们台南市的教育。台南市的体育，这个才是我们所期盼的，因为社会的资源非常的丰沛，让我们的台南市的体育风气、教育呢未来更好，这是我们所深深期盼的台南市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桌球选手，希望借着活动抛砖引玉，除了让更较侪人重视台南市的体育发展，同时让学生培养运动专长，促进身心健康。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